虔诚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3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3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1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1节。就是解说甲师乃执人生死，贪着世乐，就是解说甲迄个所在。即马呢，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逆金动地，佛为一切迷人，任五蕴和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月真相，好生恶死，念念牵流，不知梦幻虚假，枉受轮回。以上乐涅槃，幻为苦相，将入地球。佛免此故，乃是涅槃真乐。在这个所在，六祖慧能大师对这个制度来开始讲佛为什么来讲这个涅槃真乐的道理？逆境动地，就是讲你现在应该爱知，爱知安怎样呢？讲佛是为着一切的迷人来开始佛法，一切就是所有迷人就是迷迄个人，所以一切迷人也就是一切众生，就是讲佛呢是为着一切众生来开始。那为什么叫做迷人呢？这个迷人之所以叫做迷，或者是咱众生之所以叫做众生就是因为任五蕴和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月真相。就是讲分是为着这个迷迄个众生，这迷迄个众生呢，拢当做讲五蕴和合的就是自体相。五蕴和合就是指咱这个身躯咯。咱这个身躯就是精神物质之所结合。用这个物质讲起来，就是地水火风，就是色蕴。精神呢，就是受想行识的四蕴合起来就是五蕴。咱人这个身躯只是五蕴的加合而已，但咱人呢，却将这个五蕴加和合的身躯呢，该当作讲，这就是咱的身体，这呢就是我。任五蕴和合为主体相的意思呢，就是将这个五蕴加和合的身躯即为我啦。咱有一句就讲做念念即为我，也就是这个意思。讲当时是呢，是分别一切法呢为月真相分别了一切法，一切法就是咧指这个外面。假所讲这个法，就是咧指世间的这万事万物。这个法咱毋通当作真理的解说。那将这个法来甲当作讲真理的解说安尼就变成一种错误。假所讲一切法，这呢就是伫咧指讲咱目睭所看会到的，耳孔所听会到的，鼻孔闻会到的，喙舌谈会到的，咱身躯所感触会到这个物件，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才会五定的境界。该当作讲这呢，就是属于外面的真相。
既然将这物件该当做讲外面的真相，安尼变成内外就分啦，也就是有这个自他之分，就是产生一种的对立的观念。若是约究竟佛法讲起来啊，咱的真心本体遍在一切，一切法拢在咱的真心本体中，哪里有一个心外之本呢？应该是无一个心外之本。毋过呢，这个五蕴和合的只是一个假体而已。你将这个五蕴和合的假体，该当作讲这就是我，这也是一种错误。那变成有一个我，伊就甲我所有的执着。因为将五蕴和合的这个身躯当作讲就是我，身外的物质也当作讲这是我所有要享受的物件。因此呢，为着执着我这个身躯，为着要贪着这个享受啊，就变成好生恶死。这个读作恶，毋是读作恶。这个恶的意思就是厌恶啦。这个好呢，就是爱好。变成讲人啊，贪爱生存在世间，就讨厌离开世间死去。我相信贪生怕死，不但是讲咱人是安尼，我相信啊，所有的动物只要是有心的，拢是共款。所以人甲所有的动物呢，拢有迄个求知的欲望，想办法来求生存。求生存最起码的条件是啥物呢？就是爱有通食，有通食，身躯才有够营养啊，安尼才会当好生存落去啊。这是最起码的求生存的条件。咱人除非食以外，搁再有衫裤穿，搁再有厝好住。所以这个衣食住呢，这是咱人生存在世间的最起码的条件。若是参如讲动物呢，大凊彩大，也有门，所以就毋免穿衫裤，食原来是上要紧。所以你看，咱看动物的世界啊，拢就是叫做强欺弱。比如讲一只狮，一只豹，伊若是讲在迄个山内所在啊，伊对迄款的较弱的动物，羊仔啦、兔仔啦，较细只的动物啦，都该食去啦。那为着啥？为着伊的生存。所以好生恶死，这可以讲就是一切众生共同的心理。因此呢，就念念牵流。这个念念牵流的意思呢，就是讲，因为你将咱这个假体当作讲，这就是我，将咱看会到的世间的五尘境界，咱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所感觉会到的外面的环境呢，当作讲，这就是在身躯外面的境界。也贪生怕死，贪生恶死。因此啊，在这个内心呢，就伫迄个所在念念牵流。这个念念牵流的意思呢，就是讲，在这个内心中呢，一直不断地伫咧起妄想。这个念念就是一念一念，牵流也就是性别的意思。这个念念牵流，执着我所有。我要爱安怎样？我要贪什么物件？即马贪这项已经互你贪着啦，煞要搁贪多一项。为着外面的这个色声香味触五尘境，追求无止境啊，结果呢就变成梦想不停止，安尼叫做念念牵流。讲不知梦幻虚假，枉受轮回。讲因为你呢无了解，讲这是一种的梦幻，这是一种的虚假的物件，
所以就冤枉在这个世间呢，伫咧受轮回。那这个梦幻虚假，就是讲咱人在世间呢，敢若像在做眠梦。咱人在这个世间呢，拢是一种的幻幻，这拢是假物件，毋是真的啦。安尼叫做梦幻虚假。那这个梦幻虚假的意义啊，在演觉大师的正道古有安尼讲：梦里明明有六处，觉内空空无大千。讲在这个眠梦中呢，明明啊有六处，六处就是咧指六道轮回。也所讲这个眠梦中，到底是咧眠梦啥物呢？这就是指咱众生啊，有这种种的烦恼颠倒，这就是咧做眠梦啦。咱这个众生有这个烦恼颠倒呢，像一个人啊，伫咧困伫咧眠梦共款。所以会记咧孔明安尼讲大梦随身觉啊，平生我自知。咱这个人生啊，就是咧做一场的大眠梦。要咱在眠梦中呢，将这个眠梦境界当作讲做是真的。毋过呢，觉内空空不大千。咱心啊，搁在眠梦中迄个时阵啊，看到迄眠梦境是真的。眠梦着爱国掌权，眠梦着住老仔厝，眠梦着驶乌头车，眠梦着种种的享受，拢当作真的。毋过呢，一旦一个醒来啊，哪里有呢？我哪里有着到爱国掌权？哪里有去住到迄个呢？真正好的老仔厝？我头伫咧驶乌头车，拢无啦。这个觉内就是讲醒来也就是咧指讲咱觉悟啦，像佛啦、菩萨啦，得到觉悟啦。一定觉悟了，空哪里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呢？这正就是遮所讲的不知梦幻虚假，在这个眠梦中，明明有这六道轮回，所以结果呢，就枉受轮回。这个枉受轮回，就是讲冤枉啦，伫迄个所在来受轮回。你若会晓从眠梦中醒起来，你这个轮回就毋免啦，毋免去受轮回。因为咱在眠梦中未醒呢，所以就必须啦，在所在地受生死轮回。这个枉受轮回啊，我常常有提迄个演足达多的故事起来说明。这个演足达多的故事是出在《楞严经》。在《楞严经》就咧讲过去有一个人名做演足达多这个演足达多，这个演足达多这个人呢，有一天他想讲，我头壳太无去啊！哇，一个想起我头壳无去啊，都走找要找个头壳。拄着人就问讲，你知影我头壳对去无？一寡人想讲，你这人嘛奇怪，头壳对调伫你身躯好好，他问讲头壳伫对啦，好啊，你若既然安尼讲，我甲你骗，讲迄你头壳太无去啊，我无看呢，较紧去找哦。系啦，即马一个安尼甲讲，两个安尼讲呢，这个演足达多啦，愈走愈紧啊，愈发光啊，愈伫咧找头壳。这呢，就是咧譬如讲，咱众生无端一念的无明起颠倒，结果呢，就在这世间中伫咧受生死轮回。头壳本来呢，都倒在身躯好好，你搁伫咧找头壳，你岂毋是真冤枉啦？这就是遮所讲这个枉受轮回。就是讲咱众生本来真如佛性具足，咱呢迷失了真如佛性，才在这个六道中伫咧受轮回，这才是真冤枉啦。这个演足达多呢，拄到一个好心的人，对头壳拍一下，讲这毋是你头壳是啥物？伊讲哟，原来我头壳都好好咧，该拍一个醒起来了，伊就袂搁再去找迄个头壳。安尼呢，伊这个发光的心随时无去啊。这就是说明讲，佛现伫时代来甲咱开示讲，咱众生的佛性本来具足，咱会当在这个所在体会，随时来了悟，也就是参像六祖慧能大师安尼，会当顿悟安尼烦恼生死就一时了。即马六祖慧能大师所讲，就是因为咱伫遐咧念念牵流，不知梦幻虚假，所以结果呢就枉受轮回。讲以上乐涅槃，还为可上，将日持久。
结果呢，咱啊就将这个上落涅槃呢，该翻为可相。这个翻为可相的意思就是讲，变成一种这个可相。上落涅槃，这个上就是上字，乐呢就是快乐，涅槃这是一种的不生不灭的真理。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就是啊，将这个不生不灭、常住安乐的迄个境界呢，改变为一种的痛苦之相。咱讲变为痛苦之相呢，就是讲咱本来有佛性，这个佛性之体呢，也就是上乐涅槃之体。咱迷失了佛性，在这个世间伫咧受生死轮回。安尼岂毋是将这个生死涅槃变为可相呢？而且呢，将日啦，伫咧所在地球，这个地就是喷灶，伫遐伫咧喷灶，伫遐伫咧求，到底是咧走什么？伫咧求什么呢？咱世间的众生迷所求的，拢就是财色名食睡。财就是讲钱财。色就是男女色，名就是名声，食就是饮食，睡呢就是困。咱世间人每一个都是咧求的，目睭8金，都算讲哇，今仔看有钱好趁。或者是呢，目睭8金，就是要追求这个男女性。有的人呢，食清大拢无问题啦，就要求迄个名。有的人呢，为着这个食。伊嘛是安尼计计较较，有的人是，拢是向外面来去追求着世间物质的享受。你看咱世间的一寡人，伫咧追求这个物质的享受啊，这个世间物质呢，毋是讲真容易互你追求着。所以，当你伫咧追求世间物质享受这个时阵啊，实在是真正痛苦啦。比如讲，咱现出时啊。有一寡民意代表，无论是讲中央级的，或者是讲省市级的，或者是讲乡镇级的，立法委员啦、监察委员啦、省议员啦，或者是讲乡镇代表等。有的人呢是实实在在讲我要来求这个职位，就是有机会要来替老百姓服务，要来替国家呢。出一点力，当然呢，即款的人咱袂使甲讲无。毋过有的人想讲，当我都钱也有啊，我事业也成功啊，我来求一个名咧，要求名，要去对求啊，来去做议员，来去做国大代表，来去做监察委员，安尼毋才有名，哇，都甲人去追求啊，这是毋是容易追求着啊？实在是真无容易追求着。所以你看，在这个竞选中啊，实在是真辛苦。真辛苦来去求，若求了若无着，要安怎？失望啊，苦搁来较严重。但是这呢，就是咱世间的众生相。亲像安尼啊，这就是迷失了咱本来自己，只是向外来去追求着财色名食睡。这拢是咱一般的人向外伫咧追求。若是要咱修学佛法的人，将去追求才是啥物？就是讲本来上乐涅槃是咱一切众生的基础，咱却是迷失了自己，也要来去修行，要来去求涅槃。这有咱是共款啊，是将去追求。不过呢，咱要来求佛法，总比求世间法较好啦。但是呢，这个佛法也毋是向外求，所以就有安尼讲，佛在灵山无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讲这个灵山啊，事实上呢，就是在咱心中，应该呢向咱心中来去求法，毋通向外去求。
佛虽然是在灵山，但是呢，灵山在咱的心头，所以求佛就是爱求心，就是这个意思。讲佛面此故，乃是涅槃真相。讲咱世尊啊，因为临命即款的缘故，临命什么缘故呢？临命着咱众生五淫五蕴和合为主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真相，也好生恶事，念念牵流，不知梦幻虚假，往受轮回，以上乐涅槃当作讲是苦相，将其追求。分啊，就是讲临命即类的众生，所以呢，才来开始着迄个涅槃的真乐。这个涅槃的真乐，就是讲涅槃乃是一种的真实的快乐。这个真实的快乐呢，就是讲这款的快乐的境界呢，这是永远的，未受到任何什么款的物质所甲你破坏。那这呢是纯粹的快乐。这款的快乐当然呢，不是咱世间的快乐。那是咱世间的快乐啊，在快乐的所在有迄个痛苦的成分。咱所求的财，所求的色，所求的名，所求的色，财色名是随等，互咱求到啦，咱感觉讲真快乐。但是这个快乐的后面呢，存在着这个痛苦伫迄个所在。不过咱世间人无了解，我哪去甲伊求？原来是这个涅槃真实快乐的境界呢，这也是只有纯粹快乐，这呢是无一点仔惊这个痛苦的存在。所以才讲做涅槃的真乐。咱即马对这个涅槃的真乐，甲咱世间物质的快乐来甲做一个简单的比例来说明。咱莫讲做涅槃的真乐啦，就是讲你念佛念甲你心肝底感觉呢，真快乐，就是得到法喜。也你得到这个法喜啊，甲你得到爱国奖冠迄个快乐无共款。你得到爱国奖冠，果然是真快乐、真欢喜啦。但是你欢喜的后边呢，痛苦就随时来，烦恼随时来。安尼来讲啊，你得到爱国奖冠有钱啦，在无钱的时候，你别去想东想西啊。有钱的时就想啊啦，等我遮尔钱是要安怎？要来去寄银行，哎哟，现做是利息遮尔只低，寄银行呢，安尼讲算算咧啊，袂使。要放即个民间内，毋好咧，民间内，若去民间的人甲倒去要安怎？以后搁再毋啊，无来去做生意，做来做去，到底倒一项好哇？但害来烦恼一大堆，是毋是安尼呢？假如讲你若是无得到这个钱，你心肝就袂起这烦恼啊，就无即个代志啊。所以虽然是有快乐啊，痛苦的成分呢含在中间。你若是讲念佛啦，或者是讲拜佛啦，或者是讲看经啦，你所得到的快乐，迄就是一种真实的快乐。那以这个啊，来去甲体会什么叫做涅槃真乐。一边讲刹那无有成相，刹那无有别相，境无生别可别，时即即别现前。在这个所在，就是要来解说什么叫做即别现前。讲这个涅槃真乐之境啊，是刹那呢无有成相。这个刹那呢，就是时间最短。一念中有90刹那，一刹那中呢有900生灭。从这个所在，咱就可以了解讲，这个刹那生灭的时间呢，是非常非常的微细。也伫遮所讲的刹那无有生灭，就是讲涅槃啊，这是离开了生灭的。所以在这个涅槃本体中啊，连一刹那的这个形象都无，就是讲完全啊无有迄个生气之相。
生相就是生气之相。讲刹那无有别相，也就是讲无有刹那的别相。既然是无有生相，就无有别相。咱世间的物件有生才有灭啦。既然生都无生出来，哪里有灭呢？当然就无灭咯。所以在这个涅槃体性中啦，是无有一刹那的迄个别相。讲境无生灭可灭，境界呢无有这个生灭，互你来改灭掉。因为这个刹那这个涅槃的本体本来就是不生，本来就是不灭。安尼这名叫做做不生不灭啦。所以呢，就境界呢无有一个生灭之相可以互你改灭掉。讲是即即灭现前，讲这呢就是名叫做即灭现前。这个即灭现前的意思就是咧指讲涅槃，这是将来无生灭的，超越了世间的生灭之相，从过去无始以来，乃至到未来无终，无论是过去，无论是讲现在，无论是讲未来拢总呢都无生灭之相可得。无一点仔件生，当然就无一点仔件灭。也无这个生灭之相可以来改变掉。这呢就是咧指这个涅槃。即马伫这个所在六祖慧能大师呢，就把这个寂灭为乐的寂灭这两字呢，先来给解说。就是讲安尼就是这个寂灭之境显现啦。这个寂灭之境的显现，就是超越了世间的生死生灭。超越世间生死生灭迄个所在，就是寂灭真境的显现。注意听先听讲，咱今日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注意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